哎呀，那等长嘛嘞。那今天呢，先和大家说一声晚安。那今天就是英文这边呢有3个问题，那在中文这边呢有5个问题，所以我们加起来呢总共是有8个问题。那先为大家呢就是回答一下这些疑惑。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格西拉，就是我们如果一般自修呢，就是自己在家里阅读经典，那或者说呢，就是透由以前像是录音带啊、录音等等这些去听闻佛法，和直接到上师跟前呢去听闻佛法呢，是否有差别？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到说，那比如说现在有网络直播，那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时间忙，然后没有办法，就是刚好在直播的时间呢上去听法。那之后呢，就是直播之后大概过个3、4个小时，或者说1天2天之后呢，再去重看这个直播的内容的话呢，那跟在直接听网络的直播呢是否有差别？那阁下就回复到呢，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透由像是录音带或者说一些网络的一些视频等等来学习的话呢，那跟我们在上师面前呢直接听法呢，虽然说对于内容的了解呢是不会有差别，可能说对于我们了解佛法的内容之上呢，去学习这些内容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但是呢，差别就在于说，如果你直接呢到上师的跟前呢去听法的话呢，你是可以获得就是加持，你的相续呢，你新的相续呢是可以获得的是可以得到加持的。所以最主要的差别呢，就在于你是否能够得到加持。那而且呢，加持呢也会比较大。那格西亚呢，以他自己的例子来说呢，就是以前他在三大寺的时候呢，就是有去跟老一辈的这个经教师们，就是去听课。去他们的座前呢，就是听课。那时候呢，有时候会怕，就是自己忘记讲课的内容，会带录音机呢去录音。那个时候呢，经教师那些老格西呢，看到之后呢，就会说呢，你们带这个录音带来呢，其实带这个来呢，就是如果回去重听的话，或者说有的人没有来，然后呢，就是借这些带子重听的话呢，那是没有办法得到加持的。那特别是说，我们有一些像是过龙的传承，或者说一些经教的传承呢，就是一定要在上师的跟前呢，就是你直接去听闻之后，才有办法得得到。透由这种就是之后的这种录音带，或者说呢，这些网络的这些。视频呢之后呢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些过龙和传承的，所以老格西呢就教诫他们说呢，可以辛苦一点呢，就是到现场来听课会比较好。那阁下是以他自身的经验呢，然后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了解佛法呢，应该没有差别，差别呢就在于说是否能够得到加持和传承。那第二个问题呢，就问到说，那对于说像网络直播和直播之后隔个3、4个小时再去听，那是否有差别？那阁下就回复到说呢，就是现在的网络直播呢，就跟我们去现场听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想要获得加持，或者说获得这个灌顶这个过龙呢，那只有在直播的同时呢，那才可以获得。那直播之后呢，过个3、4个小时，虽然说它里面所讲的内容呢都是一样的，那对于我们去理解佛法呢也没有差别，但唯一的差别呢就在于说是否能够得到加持。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是否在上师跟前，或者说直播的时候直接听法，跟直播之后呢再听法呢，最主要的差别就在说是否能够得到加持，和是否能到过龙，或是这些经教的传承呢？那为什么说一定要是直播的时候直接听闻，或者说在上师的面前直接听闻呢？因为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在讲述说过龙得到过龙的传承，或者说得到这些教授传承的时候呢，就是它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透由上师的口直接讲述，然后由弟子的耳朵直接听闻，透由这种方式呢得到过龙，所以才会说需要是同时的。那至于说呢，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呢是说，就是透由比如说像是直播的时候呢，去听闻这些过龙，或者说这些教授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得到传承的。那可是要说以他自己的看法来说呢，他是觉得说，他们只是说不能得到而已，但是应该没有一个不能得到的一个正确的理由。那格西亚所举的例子呢，就比如说，以前像是导师释迦世尊在世的时候呢，那有一些弟子呢，为了跟世尊求戒，那因为
地方呢可能很遥远，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就是在世尊或者说这些阿舍里呢在传戒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到场。那时候世尊的做法呢，就是用书信的方式，就是写在纸上面，然后派人呢把这个书信传过去之后呢，那弟子呢透由这个书信的内容呢，然后可以得到戒体，就是有这样子的公案。那既然说在世尊那个时候可以透由书信的方式获得戒体的话呢，那现在科技这么进步，那在上师就是直播上课的这个当下呢，那更表示说是可以获得灌顶，然后以及像是这些教授或是过龙的传承了。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格西拉，就是我们在安乐道论里面呢是说，就是我们最后在收摄资粮田的时候，就是把对面虚空呢所有的主尊呢都融入到导师释迦世尊，那世尊呢又融入到我的顶门。我顶门的上师，那上师呢就现为就是导师释迦世尊的外貌，然后呢世尊，然后头上顶门的上师佛呢融入自心之后呢，然后自己又转变成为了就是导师释迦世尊的相貌。那如果是观修，就像是观修宗喀巴大师的时候呢，那是做如何的观想？那其实呢，这种观想方式呢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在观想资粮田的时候呢，那我们最后我们的主尊呢是宗喀巴大师的话呢，那最后前方资粮田的所有的本尊呢也是一样融入到宗大师的体内。那宗大师呢也从对面虚空呢，然后融入到就是我顶门的上师。那顶门的上师呢就转变成宗喀巴大师的相貌。那顶门的就是上师体性的宗喀巴大师呢，然后又融入于自身，然后我自身呢就变成宗喀巴大师。那变成宗喀巴大师之后呢，我在放光照射到一切有情的时候呢，那一切有情也同样的呢变成了至尊宗喀巴。那这种观想方式呢是全部都一样的。比如说你现在所观想的主尊呢是胜乐金刚也好，或是密集金刚，或是大义的金刚也好，就是三个最主要的无上瑜伽的本尊。那以大义的金刚来说好，如果说你现在观修的坛城呢是大义的金刚的坛城的话呢，那一样在收摄资粮田的时候呢，最后所有的资粮田的诸尊呢，它就融入于大义的金刚的体内。那大义的金刚呢又融入于我顶门的上师，那顶门的上师呢就转变成大义的金刚的相貌。那顶门的上师体性的大义的金刚呢，再融入于自身，那自身呢也是变成大义的金刚。那自身在放光照射到一切有情的时候呢，也是观想一切的有情呢转变成大义的金刚。这种观想方式呢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观想呢，就是顶门的上师融入于自身之后呢，那自身转换为释迦世尊的相貌，然后呢从心间放光，然后照射到一切有情。那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呢，会说这样子的行为呢是在利益有情。那这种利益有情的方式呢，就是在利益有情方式里面有讲到说呢，透由世俗的方式呢来利益有情，以及透由圣意的方式呢来利益有情。那之后呢，又问到说我们在利益有情的时候呢，讲到说广大的利乐有情，以及说就近利益有情，就是以上呢，就是这几种不同的利益方式呢有什么差别？那第一个呢，以世俗之门呢来利益有情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所讲授的呢，就是透由广大行的方面呢来利益有情呢，那这个可以称为世俗之门来利益有情。那透由甚深道的方式来利益有情呢，可以称之为是透由圣意之门来利益有情。因为我们知道说呢，佛法的根呢最主要就是二谛。那对于说世俗谛的这些道理呢，然后令未生者呢升起，然后呢以升起呢不退失，然后能够不断的增长呢，透由这种方式呢，让他了解到世俗的这些法门的方式，也就是透由广大行道去利乐有情的方式呢，就透由世俗之门呢来利益有情。那透由圣意之门呢来利益有情，就是教授有情就像是空性的道理，或是让他能够理解圣意谛。那同样呢，也是让他就是未生起者令生起，那已生起者呢，就是让他不退失，不再退失，或者说让他的功德呢不断的增长，那就是透由圣意之门呢来利益有情。那我们一般会讲述到说第三个呢，就讲说什么叫做广大利乐有情。那广大利乐有情呢，就是如同刚刚讲的，就是所有的
校正法以及正正法呢，然后让在有情宣誓之时，在有情的心绪之中呢，就是未生者令生，或者说呢未成熟者令成熟的这种方式呢，就是讲到说广大利乐有情的方式，就是让他心绪呢不具备这些功德者呢，让他具备，或者说还没有成熟这种功德的有情呢，让他能够成熟如是的功德，那这是属于广大利乐有情。那就近利益有情是什么呢？就近利益有情呢，就是让一切有情呢能够成就佛道，就是把有情安置于佛地的这种方式呢，称之为是就近利益有情。那接下来呢，就是中文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想请问格西拉，就是有听说第一个问题呢分为3个小题。那第一个问题的第一小题呢，就是听说我们吃完饭后呢要留1口，然后供养护法，那该怎么个供养法呢？那阁下是说呢，就是他觉得说应该不是说是供养护法，就是这是有个公案的。那这个公案呢是说世尊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恶鬼的妈妈，恶鬼妈妈，恶鬼母。那这个恶鬼妈妈呢，还有500个小孩子。那她为了喂饱这500个小孩子呢，她就是常常会出去杀人，然后杀人之后呢，就把这些人呢，然后分给这些小孩子吃。然后后来呢，世尊呢知道这件事情呢，世尊就把他5个小孩子里面的1个呢藏在世尊的钵里面。那这个恶鬼妈妈呢，她去找这个她500个小孩子呢，就是要吃饭的时候，后来发现少1个，她就非常的着急，然后不断的去寻找，但是呢都找不到。那她后来呢没有办法，她就跑去找世尊。那世尊就跟她说呢，你杀了这么多的人呢，那你其实你内心完全没有一点点的忧伤，然后你内心呢也没有任何顾忌，那你想杀人就杀人，那你现在呢只因为少1个小孩子呢，你就这么的操心。所以呢，世尊教这个恶鬼妈妈呢，就是要让她立下一个誓言，如果呢你立下誓言不杀人的话呢，那我就帮你找不见的那一个小孩子。那这个时候恶鬼母呢，他就回答给世尊，他就回复世尊说，要我不杀人的话呢，但是我会肚子饿啊，不仅仅我肚子饿，我还有500个小孩子呢会肚子饿，那这个时候呢该怎么办？那世尊呢就跟这个恶鬼母说呢，那这样子好了，就是以后呢对于食物这一点呢，你不要担心，只要呢我的声闻弟子吃完饭的时候呢，然后他们会留一个就是叫枪钵的东西。那枪钵呢是藏文，它的意思呢就是透油糌粑。那糌粑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面粉这样。那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吃类似糌粑这种东西，或是面粉糊这样，那就是把它搓成一坨之后呢，那我们手里这样握着，然后把那个糊呢，就是那个面团呢握在手里。握在手里的时候呢，就是从下面4个手指呢，然后到上面大拇指呢，把它按下去。然后这个压下去之后呢，出来的那个形状呢，这种大小就叫做一个枪钵。那就变成一个差不多我们拳头大小的一个面团，然后是长条形的。那只要世尊就说呢，我的声闻弟子呢，以后吃完饭的时候呢，那一定呢要留这样1口饭呢给你，就算是布施给你。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小孩子就不会挨饿。那世尊呢就说，如果呢是我的声闻弟子呢，就是将来如果吃完饭之后呢，要是没有留这样一个这样面团的话呢，那拳头大小这个面团的话呢，那就不算是我的声闻弟子。那这个恶鬼母听到以后呢，还有跟世尊说，那世尊您在世的时候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您哪一天您圆寂之后，那我还是会肚子饿啊。那世尊就跟这个恶鬼母说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就是我会教诫下去，就是之后呢，凡是我的弟子，只要是出家的声闻弟子呢，就是一定呢都要留，最后吃完饭呢都要留一个这个枪钵呢给你和你的小孩。那听到这边之后呢，那这个恶鬼母他就承许说，他将来之后呢，他不再伤害任何一个人，就是这个公案。所以阁下说呢，应该不是说是所谓的供养护法，是供养这一些就是恶鬼类的这些有情。那至于说要如何的供养方法呢？那就是正式的供养方式呢，其实是说吃完饭的时候呢，会先准备一个多玛。
那这个多玛呢，并不是给这个恶鬼种的，这个多玛呢，主要是供养上师和三宝的。那这个多玛的旁边呢，就会放3个，就是刚刚所讲的3个枪钵。那这3个枪钵呢，一个就是给恶鬼的一些鬼王，那一个呢就是给这个恶鬼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给这500个恶鬼小孩。所以呢，应该不是说供养护法，而是供养这些非人类的，就是恶鬼等这些非人。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到说，对于祖师大德呢，或者说像自己的一些师长，就像是自己的一些像传承祖师里面，除了就是直接传法的上师之外呢，那这些间接传法的，就是上师的上师这些呢，名字或是他们的长相呢记不起来该怎么办？如何记住？那第二个问题，阁下就回复到说呢，就是我们最主要呢，其实并不是要记住上师的长相。那最主要呢是要记住上师的名字。那可是刚刚手上就拿一本厚厚的书，那一本呢就是传承上师祈请师师相承传，菩提道上师师师相承传。那师师相承传呢，就是你光看最前面的目录呢，它的目录里面就已经分得很清楚，从世尊开始，然后从广行派的传承祖师，然后还有深见派的这些传承祖师，所有传承祖师的名字呢都是在里面。那这是在目录的地方。那后面的内容呢，就是在讲述这些祖师的传记，就是他们一生的这些生平事迹。那大家有空的话呢，就可以去多阅读，因为你阅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些你所有传承祖师的这些名字。然后除了了解名字之外呢，你也透过他的生平呢，可以知道他们的功德。所以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呢是要去理解这些祖师们的功德。那所以呢，那至于长相呢，其实记不记得住呢，倒是还好。所以最主要就是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呢，就可以去阅读一下，就是师师相承传。那第3个问题呢，就是在皈依里面有讲到说，我们做任何事呢，不要忘记起白三宝。那请问要起白三宝要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还是说只有重要的事情起白，那一些小事情呢不需要做起白？那阁下就回复到呢，就是我们在看广论的时候呢，在皈依学处的地方就有讲到说，就是皈依学处里面出来的，就是做任何事情呢不要忘记起白三宝。那任何事呢，其实它就包含了无论说是大事情或是小事情，无论说我发生了痛苦的事情，或者说我觉得快乐的事情，或是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呢，那这些呢都是包含在里面。那这些呢都是你发生的点点滴滴呢，你都可以跟三宝做起白。那当然如果说你能够对三宝起白的越详细的话呢，那自然而然就表示说你皈依学处呢是做得越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安乐道论里面，就是我们是讲述加行依止法的时候呢，那在最后就是观修甘露净智的时候，有提到说，自他心绪呢都能够升起令善知识升起3种欢喜的乐师之行的特别证悟力。那这边讲的3种的乐师之行呢，指的是否是讲到说是财物供养、身语承事以及依教奉行这3者呢？那阁下的回复呢是说是的，因为最主要呢，我们在加行依止法呢所要做的呢，就是要令善知识欢喜。那令善知识欢喜里面呢，就是讲到财尽供养、身语承事，然后以及呢依教奉行。那最殊胜的呢，就是依教奉行。那所以呢，这边所讲的呢，就是3种欢喜的乐师之行呢，所提到的3种欢喜，就是提到说3种可以让上师欢喜的方式，就是财尽供养、身语承事以及依教奉行呢，指的就是这3种。那接下来呢，就是第3个问题，那就是想请问格西拉，就是我们在修习念恩的时候呢，讲述到说上师呢要去念上师的呢4种恩德，那就是讲述到呢，第一个呢是施恩呢胜于佛恩，那第2个呢就是说法恩，那第3个呢就是加持心相续的恩德，那以及第4个呢就是以财物摄受眷属的这个恩德。那第3个呢，讲到说上师他可以帮加持我们的心相续的话，那想请问一下，我们可以单纯的依靠上师的加持，然后不广学经论，然后逐一获得和佛一样的心绪吗？
那可下来呢，在这边就回复到说呢，虽然说呢，这边我们所讲的就是上师呢可以加持我们的心相续，但是加持我们的心相续呢，并不是说自己不用任何的努力，然后呢，只是透由上师的加持，并不是这个意思。最主要的呢是说，我们本身呢在自己这方面呢也是要努力的去学习。就是我们在学习呢，目的是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目的本身就是为了说，希望我们的心绪呢能够变得更好。然后我们呢能够变得更善良，然后为此而学习的。那当然在学习的过程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就是透由上师的加持呢，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对于佛法的理解，或是说对佛法的体悟呢，可以变得更深，还有更广。那这种呢叫做上师的加持，或者说呢，我们有讲述到说呢，比如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是听闻的时候呢，听完之后呢，对于所听闻的这些内容呢，它意思呢完全不能够了解。那或者说呢，我们在了解了意思之后呢，没有办法了解它的扼要，或者说呢，我们了解了扼要之后呢，想要去修行，但是在修行的时候呢，却发现没有办法升起任何的正量。那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已经努力的去听闻，那听闻之后呢，你了解了文语，想要去行持，那行持的时候呢，也去修行，但生不起这些正德的时候呢，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呢，就是对上师加持。那透由上师的加持呢，可以对于说我们听闻之后呢，没有办法了解的文义，可以让我们变得了解。那了解了文义之后呢，我们可以了解说这个文义的扼要。那了解了扼要之后呢，我们可以去修行。那修行的时候呢，可以由此呢而产生的就是修行的果位，或是修行的果报，或者说修行的这些正德。那这些呢，就是透由所谓的上师加持我们的心绪，而不是说呢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就透由上师的加持呢就可以成佛，并不是这个意思。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一下。可惜啦，就是在一天呢，我们说四座，或者说一座时间呢，可长可短。那是否在一天呢，将一个完整的清净善知识轨理呢，分成四座来修，或者说呢，该怎么的去修行？那阁下就回复到说呢，其实在观修道次第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有很多种不同的修行方式，但是以像我们现在的安乐道论，以及像是数习道论里面呢，大部分都讲是说，在一座里面呢，就是要修完整的依师轨理的内容。因为我们看科判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在正修时该如何修，然后又分为加行，就是前行的部分，然后正行以及结行。那正行的时候呢，它就是包含了整个依止善知识的这个内容，所以看起来应该是说，在一整个依止善知识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在一座里面呢把它修完。虽然说看起来呢是这个样子，但是呢，阁下是觉得说这倒是不一定。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就是拆开来修。比如说呢，你今天这四座里面呢都要观修依止善知识的话呢，那以次第来说呢，一开始我们可能第一座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观想就是依止善知识的胜利。那第二座呢，我们可以来观想说就是不依的过患。不亲近善知识以及不依止善知识的过患。那到第三座的时候呢，再来修就是修信以为根本。那第四座的时候呢，再来修习就是随念生恩应起敬重，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修，就是你不一定要在一座里面呢把它给修完。那这是一般。这是一种修行方式。那像是就像刚刚讲的安乐道论，还有像是数集道论呢，都是讲是说一座里面呢要修完。那可惜说这应该是没有差别，最主要就是说你自己觉得哪一种修持方式比较适合你，那你就用这种方式呢，然后来做观修。那通常对于道次第呢，也有不同的这种观修的方式。就比如说呢，有一种是对于说整个道次第呢做。一天的四座里面呢，我们就对所有的道次第呢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观修的方式。就比如说像是在第一座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修习下士道的内容。那在中士道的时候呢，在第二座的时候就修习中士道所有的内容。那在第三座的时候呢，我们就修习就是如何升起菩提心，就是修习清果以及治他患的内容。那到第四座的时候呢，就是修行后面就是像是六度、四摄，还有像是止观的部分，也就是圣摩他和毗婆舍那，有这种修习的方式。那还有另外一种修习的方式呢，就是
比如说我在尚未升起就是一指善知识的正的之前呢，那我不去转移我的所言，所以我一天的事做呢，我都是就是专门在修习一指善知识。但是呢，对于其他的法类，就是从一指善知识之后呢，从暇满那一直到最后就是道次第最后面就是止观的部分呢，在每一座的最后面呢，都是做一个快速的略修，就是都能够去回忆一遍。那这种修持的方式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在每一座呢都可以种下一个就是完整道次的习气。那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观修的方法。那最主要呢，就是看说你自己觉得你比较适合哪一种修行的闭关的这一种观修的方式呢，那你就选择这个方式去做观修。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格西拉，就是在讲述世师如佛的时候呢，指的呢是说上师呢就是佛的意思呢，还是说上师呢他像是佛一样？那阁下的回答呢，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最主要是在中文里面，因为中文我们翻世师如佛，那这个如呢就是有像的意思，但是在藏文里面呢，它这个意思呢，直接就是说上师呢是佛的意思，就是世师如佛所讲的这个如字呢，就是是的意思，所谓的就是上师是佛。因为呢，我们有讲述到说呢，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是要观想到说上师呢，它的体性本身就是佛，它只不过是为了我们呢视线就是这种反庸相，就是视线这种反复相。但是实际上呢，上师的心绪呢，跟佛的心绪呢是同一个相续，所以呢，上师即是佛，佛即是上师。这最主要呢是密法呢，就是密法呢看待上师的一种方式，就是上师跟佛呢是无二无别的。就是说呢，上师它本身呢就是佛，它不过呢是为了调伏我们，所以视线呢服顺于我们根器的这种一般凡夫的相貌之外呢，那其实它的体性，它的心绪呢和佛呢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世师如佛的如字呢是要解释为世字，就是上师呢就是佛。那接下来呢是格西拉呢做一个补充，就是我们刚刚讲述到说呢，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在这一座呢，就是我一天试做呢，最主要都是以一指善知识为主，但是从下面就是从暇满一直到最后面止观的部分呢来做略修。那什么叫做略修呢？略修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依靠一个就是比较短的寄诵，但是它包含了所有的道次第的内容。那我们就边念诵呢，然后边做观想，就是你已经背起来，然后你就可以随文做观，就是一边念诵呢，然后一边观想思维里面的文义，然后来观修道次第的这种方式呢，叫做略修。就比如说呢，我们以功德之本颂来说，跟功德之本颂呢，从最开始的一指善知识，那到最后呢，就是无学双运的果位呢，就是有完整的讲述。虽然说它的记址不多，但是他把所有的道次第呢都收拾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边念诵功德之本颂，然后在边念诵的时候呢，边随文做观，就是透由文义呢去做观想。那这种方式呢，就是所谓的略修。那在藏文里面呢，叫做瞎功。那另外一个呢，叫做解功。那解功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边看着书本，边看着经典，就是你边看着这个内容呢，然后边看呢边去做思维的这一种叫做解功。那瞎功呢，就是你边念诵呢，就是透由你已经背起来这个内容，然后边念诵呢边思维，这个叫做瞎功。那以上呢就结束所有的问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回到就是安乐道论的正文。那我们呢之前呢就是已经讲述到说，一开始呢就讲到说就是依师轨理。那依师轨理呢又分为说座上修持该如何行持，以及座间修持呢该如何行持。那在座上修持该如何行持的时候呢，讲到说前行、正行、后行。那可是这边呢就补充到说，就是一般我们在做道次第的正修的正行之前呢，那有一种做法呢，就是我们会特别呢去修加行六法。那在修行加行六法的时候呢，又讲到会说特别呢去会做50万的加行。那什么叫做50万的加行呢？就是第一个呢，为了我们是如何成为佛教徒的呢？或者说入佛教师门，入佛教师门就是讲到说是皈依，所以第一个10万呢，就是10万的皈依，就是入佛教师门，所以要做10万的皈依。那第二个呢，就是为了尽罪集资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来做，就是像是为了尽罪呢，我们就是念诵
为了敬罪呢，我们就是念诵百字明10万遍，以及大礼拜呢10万遍。那这个呢是可以归类在敬罪的部分。那当然你也可以归类在集资。那第3个呢，就是敬罪集资里面呢，为了积极资粮呢，所以做10万遍的供曼达。那最后面呢，就是为了祈求我们在正行的时候呢，能够尽速的得到上师的加持，所以呢，由此来修就是上师瑜伽，也就是念诵10万遍的密集玛。所以呢，50万加行呢，就是10万的皈依，10万的大礼拜，10万的百字明，10万的供曼达，以及10万的密集玛，那就是所谓的50万加行。那如果说大家能够做的话呢，那这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在修持道次第的时候呢，无论呢我们所在观修呢是任何的法门或是任何的修行所缘的时候呢，那最主要的呢就是将上师瑜伽呢视为是修道之命根。为什么称为是修道之命根呢？因为上师我们想要获得加持，或者说想要快速呢能够升起正德呢，一定要透由上师的加持，所以就是将上师呢设为是总摄一切功德，或是总摄一切诸佛体性呢，然后以此来做祈请。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上师瑜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修道之命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安乐道论里面呢，他每讲述一个法类之后呢，那在最后收摄的时候呢，就是要观想，就是一切的上师从上师的身上呢，就是放射出五彩甘露，然后呢降到我们身心之后呢，净除一切的罪障，以及呢赐予一切的功德。那这些呢都是透由就是上师瑜伽的一种修法，所以才讲到说呢，一切修行的扼要呢就是上师瑜伽，所以要将上师瑜伽呢视为是一切修道的命根。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说上师瑜伽呢是一切修道之命根呢，所以讲到说，我们看到第9页的倒数第4段，所以讲到说最后如何行持之理呢，在正修习顶门上师佛之上呢，普作祈愿，持念咒语，然后并将此累积的种种善根殷勤回向，至他现前就近誓愿处。那之前呢，我们是讲到这里。那接下来呢，就从第2个科判，就是这边是讲坐下修，那我们就以广论的科判呢，就是广论是讲说未修中间该如何，就是在两座之间呢，我们没有在坐上正修的时候呢，在两座之间呢，然后该如何行持之理。那在这里呢，就讲到说呢，在两座之间呢，我们应该去阅读呢，阐述就是有关依师轨理的这些佛典、这些佛经，或者说这些论点。那为什么说我们在两座之间呢，就是未修的中间呢，要去阅读这些有关依师轨理的这些经论呢？那最主要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心呢能够保持正知正念。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呢，我们因为这里呢这个科判最主要是讲说依师轨理，所以就讲说在两座之间呢，我们要去阅读就是相关于依师轨理的这些经典的内涵。那就讲到说，像是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有透由4部的律仪呢，就是1、2、3、4种有关律的这些律典呢，还有提到说呢，该如何依止上师。那在中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第2转法轮呢，在般若经里面有提到说，在般若经的最后面呢，就有提到说呢，常提菩萨品，就讲到说呢，常提菩萨呢，他是如何依止法涌菩萨的。那以及呢，在3转法轮的时候呢，在华严经里面就有讲到说善财童子，也就是我们汉系所讲的善财童子53参，就是讲说善财童子呢，他是如何依止善知识的，就是透过经论呢，然后来了解说呢，这些古代的这些大德呢，他是如何去行持依师国理的，或者说呢，我们可以看就是那若巴呢，他是如何依止地若巴的。或者是说呢，马尔巴是如何依止那若巴的，那乃至于说像是密勒日巴尊者，他是如何依止马尔巴的，那以及像是总敦巴大师呢，他是如何依止摄尊大师以及阿底峡尊者，就是透由这一些内容呢，我们去了解到说这些真正的成就者呢，他们是如何的去
依止这些善知识，所以就表示说我们在坐与坐之间呢，就两坐之间呢，不可以去阅读一些杂七杂八的这些内容，那主要呢也要是去阅读相关内容的这些经典。那所以呢，一开始假如说我们在坐间的时候呢，该如何行持呢？第一个呢，就是要多去阅读呢，就是讲述依师之理的这些佛经还有论点，那并在具足正念正知之上呢，然后密护根门。那什么叫做密护根门呢？就是我们透有我们正念以及正知的力量呢，然后所谓的密护根门，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呢，然后去看这些乐意境或是不乐意境，或者说去听这些乐意境以及不乐意境。那所谓的乐意境呢，就是表示说会让我们内心呢升起贪心的这种呢，就是乐意的或者说可爱的这种境界呢，叫做乐意境。那不乐意境呢，就是会让我们升起嗔心的这种，就是让你看得不舒服，会起嗔心起热闹的这种呢，就是所谓的不乐意境。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呢，要先透由正念，就是不要没有任何意义呢，就你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去看这些好看的，或者说去听这些好听的，那这个呢是我们所要防护的，所以叫做密护根门。那乃至于说呢，我们看到了乐意境，或是看到了不乐意境的时候呢，透由看到乐意境，或是听到乐意境呢，而升起贪心的时候呢，我们要透由正念呢，然后立刻了知到说我的正念呢，我的贪心呢已经升起，或者说呢，我们看到或是听到不乐意境的时候呢，由此而升起嗔心的时候呢，要透由正知观察，然后去了知到说，此时呢，我已经升起了嗔心，然后呢，立刻呢将它给压服下去。那这个呢，就是透由正念正知呢，然后去做密护根门。那为什么呢？说我们在两座之间呢，要具备正知以及正念呢，然后来做密护根门。因为最主要呢，就是避免呢我们在两座之间呢心会散乱。因为当我们没有提起正知正念的时候呢，很容易散乱。那当我们在两座之间心散乱的时候呢，那当我们到正行观修的时候呢，我们就无法进步。我们在正修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进步。所以呢，在两座之间呢休息的时候呢，也要透由正知。透由正念呢，就是在的思维，就是依师的这些内涵、依师的道理。那以及呢，透由正知呢，去观察说是否呢已经升起了贪或是嗔等这些烦恼。所以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我们要透由具足正念以及正知力之上呢，然后密护根门。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是饮食之量。那所谓的饮食之量呢，就表示说我们在两座之间呢，就是不要吃得太饱，因为当我们吃太饱的时候呢，会令我们的身体呢感到沉重。那身体沉重的时候呢，那等到又开始正修的时候呢，又开始上座在休息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就会产生就是昏沉，然后有可能因此而就是我们所讲的会开始打瞌睡。那饮食质量的一个它的量呢是指什么呢？那饮食质量的量呢，就是指说呢，比如说将我们的胃呢，就是肚子呢，就是分成3份，那1/3呢就是装食物，那1/3呢就是装水，那剩下1/3呢就是让它空的。那这种状态呢就叫做饮食质量。那如果说从这边来看，这边质量呢是指说1/3装吃的，1/3装喝的，1/3是空的话呢，那像我们平时遇到好吃的时候呢，就会吃到很多，吃到肚子撑这种。那这个呢就不是属于饮食质量，或者说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呢，就吃一点点。那这些呢都不是属于饮食质量了。那在饮食质量里面呢，就是除了刚刚所讲的呢，就是我们要具备质量之外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获得饮食的这个因呢，就是不要是透由就是5种邪命呢所产生的这种因。因为呢，这个最主要呢是在五洲菩萨呢所造的论点里面呢，就讲到说，我们呢在坐与坐之间呢，除了要具备饮食质量之外呢，那对于说我们饮食的因呢，就是也要特别的注意，不要是透由任何邪命呢而获得这种饮食，或者说透由不好的方式呢而获得这种饮食呢。那这个呢，就是除了这里所讲的饮食质量之外呢，那也要注意呢，就是我们饮食呢所获得的这些因，也要特别的注意。那
除了密户根门、饮食质量之外呢，那接下来就讲到说精勤修习、好恶于切。那好恶于切呢，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不寐于切。那所谓不寐于切呢，并不是说都不睡觉，而是指说就是我们要睡刚刚好的量。那就以现在来说呢，一般我们是说就是要睡8个小时，就是以一般来说，那8个小时呢，就是如果我们睡不足8小时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身体不好，或者说隔一天呢可能会是精神不好等等。那睡过多的时候呢，又可能会就是会头昏啊等等的这些过失，所以通常呢，我们是说8个小时。那当然呢，这个不是一定的，就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呢，就是大家的状况呢都不一样。那有的人呢，他可能不需要睡到8个小时，他可能睡6个小时，或乃至于说睡5个小时呢就足够的。那有些人呢，他可能要睡8个小时，对他来说呢就是不够，他可能要睡9个小时。那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那大家就可以看自己身体状况呢来做调整。那阁下呢就说以他自己来说的话呢，他其实没有办法睡到8个小时，他睡到六个小时呢就已经足了。那超过6个小时呢，再继续睡的话呢就会头痛，所以他只要睡6个小时呢，他就一定要起床。所以以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说呢，他是不需要睡足8个小时的。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就是要精勤修习，好恶于切，也就是呢，我们要好好呢，对于睡眠的，就是睡眠的时间就是刚刚好，就是不要超过，不要睡得过多，也不要睡得过少。那第4个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要除了休息不寐于切，也就是好恶于切之外呢，那还要精勤呢，就是睡时呢该如何行持之理。那也就是在广论里面呢，就是讲到说以和意乐呢来做睡眠。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最主要呢，就是在睡前的时候呢，要去观察我们今天一天呢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如果说观察到说呢，我今天呢都是在行善的话呢，那就好好的水洗自己今天做了这么多的善，然后抱持着一个善心呢，然后入眠。那如果说观察呢自己今天一天呢，就是行了很多恶行的时候呢，行了很多非善行的时候呢，那内心呢就升起一个追悔心，然后并且呢就是立下说，明天呢我不要再如同今天一下造下这么多的恶行，然后或者说呢像今天这样去浪费时间。那对于说自己所造的不如理的，以及自己所做的这些恶行呢，就是好好的去忏悔，好好的做忏悔。那忏悔之后呢，然后就是立下一个就是发愿也好，或者说立下一个誓言呢，就希望自己呢明天呢不要再如同今天一样去浪费时间。那至于说呢，睡眠的姿势呢该如何呢？那睡眠的姿势呢，就是在入行论里面有讲到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就要如同呢，就是世尊呢在涅槃的时候呢，这一种卧姿，就是如同狮子的这种睡眠的方式，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呢，就是右卧如弓，就是像古代的那种弓的形状，弓箭的那个弓，像弓的形状呢，这种方式来做睡眠，就是呢右手朝向右边，然后呢右手放在就是头下方，然后脚呢稍微的微曲。那至于方位呢，就是一般我们是说右卧啦。那至于说就是说像佛他在涅槃的时候呢，他的面呢是朝向西方，然后背呢是朝向东方，然后脚呢是朝向南方。那头呢是朝着北方，那当然就是以这种姿势呢，然后去做睡眠。那所以呢，就想要说睡眠的姿势呢，就是要如同呢佛陀呢圆寂的时候呢所睡的这种姿势，或是一般我们所讲的狮子卧，或者说汉系所讲的呢，就是右卧如弓。那透由这种方式呢去做睡眠呢，有什么好处呢？那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的头呢就是朝向北方的话呢，就是头朝向北，然后呢口朝西，然后背朝东，然后脚朝南。那透由这种方式呢去做睡眠的话呢，那是有很多不同的缘起。那像头朝向北方呢，就有就是世尊的圣教呢能够源远流长的一个缘起。那口朝西方呢，就有往生极乐的这个缘起，就是往生之后呢，能够投身到极乐世界的这种缘起。那背呢朝向西方呢，就表示说我们今生的受用呢都能够圆满的一个缘起。那
脚朝向南方呢，就是有一个长寿的缘起，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透由这种姿势呢，然后来做睡眠。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就是在坐下修或者说未修中间呢，该如何行持呢？就是第一个呢，要去阅读有关医师轨理的这一些经典，然后呢，在具足正念还有正知之上呢，然后我们去做密护根门、饮食之量、好恶于切，以及呢睡食行食之理。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未修的时候呢，所要去做的。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先讲到这里。那我们现在所讲述的内容呢，就是从一开始呢，道之根本医师轨理。那在医师轨理里面呢，讲到说坐上修时呢，该如何行持之理，以及呢，就是坐间修的时候呢，该如何行持之理。那在这边呢，就是广论里面呢，就是有提到说呢，在未修中间呢，该如何行持呢？它其实呢是比就是我们在正修的时候呢还要来的重要。那在这个呢，最主要是引到菩萨地论呢，就是里面有如是的讲说。那对于说像是未修中间呢，该如何行持的道理呢？那在广论里面呢，就是讲的非常的仔细。那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阅读一下这部分的内容。那接下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做发问。那想请问格西拉呢，就是我们在收摄资粮田的时候呢，就是在道次第这边呢所讲述的呢，都是观修呢导师释迦世尊。那请问呢，是否可以观修成就是阿弥陀佛？那如果说要将我们顶门的上师，就是阿弥陀佛安居我顶上的时候呢，那去观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否呢要获得灌顶？那可下呢就回复到说呢，就是我们呢一开始呢在观修资粮田，就是从一开始为了修皈依，或者说后面要明现资粮田，献起资粮田之后呢，那在做七支供养的时候，就是收摄资粮田，就是依次呢透由就是从下面的护法呢，然后开始融入于永复空行，那永复空行呢再融入于声闻，声闻再融入于缘觉，缘觉融入于菩萨，那菩萨呢再融入显教诸佛，那显教诸佛呢再融入到四部密续的本尊，那四部密续的本尊呢最后呢再融入到就是五上师，那五上师呢最后再一一融入就是我们的主尊呢导师释迦世尊。那就是这之后呢，然后我们才开始做道次第的观修。那观修完道次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观想说对面虚空的导师释迦世尊呢，然后呢融入到我顶门的上师，那我顶门的上师呢变成了导师释迦世尊，那顶门的上师佛呢再融入于我心，那我自身呢就是变成了上师佛。那这样子的观修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做道次第的观修，所以做道次第观修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是观修导师释迦世尊，没有刻意，应该也不用刻意去观修成阿弥陀佛，除非是说我们现在主要修习呢，你的所缘或是你的所修呢，是为了自己来生呢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你为了修习往生的这个往生极乐这个法门呢，那你当然呢是可以观修，就是最后观修成阿弥陀佛，然后阿弥陀佛呢融入于你顶门的上师，是可以做这样子的观修的。但是以道次第的修持来说呢，就是没有特别必要把主尊呢观想成阿弥陀佛。那至于说呢，我们把阿弥陀佛呢就是引请到我们的顶门呢，那是否呢需要灌顶？那阁下说呢，这应该是不需要获得灌顶的，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引请就是任何的本尊或是诸佛呢，到我们的顶门的时候呢，是不需要获得灌顶的，除非是说呢，我们要自身成为本尊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自身成为阿弥陀佛的时候呢，这种观想方式呢，才需要获得灌顶。那一般呢，就是引请主尊呢到我们的顶门呢，那这种观想方式呢，是不需要获得灌顶的。那这边呢，就是想要请问格西拉，就是以前呢曾经一直为根本上师，那从这位上师的跟前呢，就是受了别解脱戒，就是居士戒，受了居士戒，那也获得一些就是无上密的灌顶，但是后来呢，和这位上师呢，就是许久都没有联络，就是很多年之后呢都没有联络。那到了最近几年呢，就是
大部分都是从网络上呢，然后去透由直播呢，然后透由从尊者那边呢，就是听受了很多的这种教典，虽然说没有在尊者的跟前呢，就是受了这个居士戒，没有在受过居士戒，但是呢，是否呢也可以把尊者呢当作是自己的上师？那阁下呢就回复到说呢，其实这个应该是不相违的，并不是说我们的根本上师呢只能有一个，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可以把之前呢传授给你灌顶，或者说呢传授你居士界的这一位上师呢，他仍然是你的上师，这个不相违。那你现在呢，就是因为常常呢在网络上呢，就是听受尊者的教授，那听受尊者的教授呢，肯定就是应该都会得到像是菩萨戒啊，或者说一些过龙，或者说一些教授的传承。那如果有获得就是像是居士戒或是菩萨戒的话呢，那当然呢是一定要把尊者看成是上师的。那即使没有获得这些戒体呢，那透由这些讲述呢，获得灌顶或是教授的传承呢，也是同样是可以把尊者看成上师，这并不相违的，并不是说我们的根本上师呢只有一个，就是你根本上师呢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呢，其实有多少呢都没有关系的。那以阿底峡尊者来说的话呢，阿底峡尊者他自己呢就有150几位上师，所以上师呢并不是说我们的根本上师呢，好像说你提到根本只能有一个，并不是的，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呢是可以有很多位的，这些并不相违的。